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啊，努力讀書嘅 Isaac 啊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這世界很煩，但你要很可愛》。咁啊，聽書名都知啦。咁啊，其實係一本女性向嘅書籍啦。咁啊，作者就叫曼特特，應該係書嘅即係叫做筆名咁樣樣啦。咁啊，佢就連同呢27位嘅女性作家，咁啊聯手咧就打造咗呢一篇嘅勵志短文集，主題咧就圍繞住呢個自愛啦、獨立啦、美麗啦、愛情啦、職場。咁啊風格就係毒雞湯，咁啊加上啲真實嘅故事啦，咁啊溫柔而且犀利咁樣去展示唔同嘅觀點，咁啊主打女性勵志同埋自我成長。嗱，講明先吓，我唔係任何主義者啊，什麼女權、男權、父權啊，或者咩性別平等啊嗰樣嘢，我純粹係一個中意睇書嘅人。我覺得睇書就應該冇揀飲擇食嘅，應該所有書都睇。咁啊，呢本書都有講到啦，呢個世界其實都好煩嘅，煩在工作壓力又大啦，係嘛？愛情有時候又唔如意啦，係嘛？女性仲會有強嘅身材焦慮啦。睇住個銀包扁踢踢，又會覺得唉，有好大壓力啦咁樣。咁但係呢，幾時都要提醒自己，就算呢個世界好煩都好啦，你都要好可愛嘅。咁呢本書都好多人推薦嘅，亦都曾經橫掃呢個排行書榜啦。咁作家們呢就有講到啊，可愛呢唔係天真任性，而係一個成年人嘅自我救贖，要又靚又獨立，又要堅強又要溫柔，好似好多要求，亦都好強烈建議讀者喺呢個心情低落嘅時候睇呢本書，保證你睇完之後呢，更懂得點樣愛自己，去護膚、去健身，甚至乎有動力加班去賺錢。其實對香港人嚟講有啲難啊。有時間就瞓翻個美容覺，可能就會更加有動力。咁書入邊咧都有講到啦，人生係一場創造嘅遊戲。你想要啲咩生活呢？就要去爭取。你要不斷嘅強大，世界先會變得柔軟。你要可愛，你本人要可愛，圍繞住你嘅世界先至會更加可愛。千祈唔好等你自己唔完美嗰一刻先至開始。由今日起就應該要過得好精緻，而且要好開心。要擁有一個有趣嘅靈魂啦，要將你身邊覺得好無聊嘅世界咧，變成自己嘅遊樂場。好老實講下，作為一個男性，我都好認同佢嘅講法。雖然係一本女性向嘅書籍啦，我睇完之後都有一定程度上嘅鼓舞嘅。咁但係佢嘅毒雞湯風格呢，唔係任何人都容易上手，唔係任何人都容易入口嘅。例如係有一段佢係咁樣講嘅，佢話我養你呢啲咁嘅說話呢，除非係爸爸同我講啦，如果唔係我聽下就算噶啦。咁有一種將愛情啊或者係將浪漫啊抽離嘅感覺，要清醒啊咁樣。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候做人太清醒又過得太辛苦啦。咁但係啦，當然佢嘅主核心就唔係叫你要任何時候都清醒做人啦，咁而係提醒你愛情呢就唔係扶貧，而係互相扶持嘅意思呢，就係唔單止要望住你身邊嘅人變好而去分享成果，而係應該大家一齊變好。佢都有提醒我哋啦，一個唔愛你嘅人呢，佢比想象中更加唔愛你。而當有一刻你懷疑佢唔愛你嘅時候，其實就已經有答案。你問我係咪好毒雞湯呢？我又唔覺得係，因為好大概率佢講嘅嘢係真係有發生緊嘅，係啦。咁亦都有一啲說話呢，就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學習嘅。例如係一啲女性有好多時候喺個職場上有一啲刻板印象啊，咁佢又提醒翻我哋，
喺職場上呢，唔好淨係靠賣萌啊，同埋乖啊，個人係要有實力。其實擺喺男性身上一樣都啱嘅，唔好淨係靠人際關係，你本人都應該要有實力嘅，唔係話淨係靠我同邊個關係好啊，咁我就覺得我嘅職位能夠坐穩啦。咁任何時候都要提醒自己，我要有競爭力啊，唔好依靠任何人啊，唯一能夠依靠嘅其實只有自己啊。咁樣，我覺得呢一啲嘅情況喺呢本書裏邊係其實有展述到，同埋我初頭睇呢本書嘅時候覺得，係咪啲話男人點樣唔好嘅書籍嚟㗎？咁樣係咪覺得呢個世界好多父權啊？所以就令到女性生活得好辛苦啊？咁我睇完之後唔係，因為佢有畫到好多紅線出嚟啦，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你唔單止係唔好點做，佢有提到你應該點樣做，例如係豐富自己比取悅別人更重要。呢啲金句提醒到我哋，做人其實人生真係苦短，有好多時候你花費好多時間去取悅別人，去取得好短暫嘅成果，但係其實如果你攞嗰啲時間去豐富自己，令到自己更有成就，又或者令到自己更加多內涵，其實你嘅人生會更豐滿，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得參考。而且仲有另一樣嘢就係，佢有另一個金句，我覺得能夠令到成為我呢段時間嘅座右銘嘅，就係與喜歡的一切在一起，和年齡冇關係。我諗除咗喜歡嘅人之外，可能係做一啲喜歡嘅嘢，又或者我打個譬如，我中意浪費一啲金錢，我中意去收藏一啲收藏品，例如有啲男孩子中意收藏波鞋，有啲女孩子收藏唇膏，係嘛？唔同嘅色號佢全部都有一套嘅。咁係咪單純浪費錢呢？其實唔係，亦都有一啲家長會話：哇，你去到咁嘅年紀，你仲中意玩埋啲咁嘅嘢嘅咁。但係呢啲嘢其實係一啲情緒價值嚟嘅。當其他人俾唔到你，但係你自己俾自己係冇罪嘅，甚至乎係一種自我嘅救贖，就好似之前講咁。所以好多時候大部分呢個世界好煩嘅東西，其實都係人際關係帶俾我哋。如果我哋仲記得自己好可愛呢，呢啲世界上好煩嘅聲音呢，我哋係可以聽唔到嘅。睇完呢本書之後呢，我覺得最深刻嘅實係呢個世界好煩，其他人同你講嘢好煩，但係你唔需要跟住煩，你可以選擇做一個好兇猛但係又好可愛嘅你自己。我覺得無論男性定女性都好啦，唔依賴別人啊，獨立啊，而且過得精緻啦，男仔都唔應該咁瀨啡嘅而且唔好畏首畏尾啦，勇敢啲。有時候做一個決定，即使係錯嘅都好，我覺得只要個後果係能夠承受嘅，未嘗不可。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對自己溫柔啲啦，唔好太過苛刻啦。無論我哋而家係單身也好啦，又或者係啱啱出嚟做嘢甚至乎已經成為父母啦，我哋任何人都值得為自己而活。睇完呢本書之後呢，我都希望大家如果有睇過啦，或者過嚟我哋閱讀天地睇過嘅話呢，都可以又見到呢條片呢，都可以留翻言話俾我聽，究竟你最深刻嘅金句係邊一句？又或者你覺得自己最可愛嘅地方、最可愛嘅時間係邊個時候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下次可能我都未必會講呢類型嘅書啦，因為我都唔太擅長。咁希望有機會嘅話就下次講下其他小說。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